靈擺是如何做到預知未來的呢？靈異電影裏那些靈擺指針忽左忽右的橋段，真的只是迷信嗎？今天就來破除你對靈擺的三大迷思。第一，靈擺根本不是占卜，更談不上什麼超能力，而是一種利用潛意識共鳴與能量場分析的方法推演可能性。第二，靈擺不具有通靈能力，它就像一個鎮靜器，只能反饋出提問者當下的能量狀態。第三，靈擺只是一個工具，真正的力量來自你的信念。不信啊？那我們就來實證一下。假設你正在考慮要不要捐鋪蓋走人，可以請朋友買一根靈擺。提問：如果我換工作，是否更有利於我的職業發展？首先用左手握住靈擺的尾部，再把手指勾住指針，保持手臂呈垂直懸空狀態，讓靈擺自然擺動。接下來由朋友操控靈擺指向是或否的方向。如果你相信自己的直覺，又了解公司的狀況，答案應該是明確的。但是很多人的潛意識中早就已經感受到了公司內部的各種風吹草動，比如管理層的矛盾、員工的離心、營收的下降等等。這些訊息都會以一種你無法捕捉的方式導致你遲疑、焦慮、失眠。然而這些都是表意識完全無法理解的，所以才會表現得猶豫不決。而靈擺的擺動就是在反饋這些你壓抑已久的訊息，同時也是基於量子糾纏原理。靈擺作為一個共振器，可以感知到提問事件在能量場中的慣性軌跡，也就是目前條件下最可能發生的走向。當然，這也只是一種機率性的解讀，所以就算你按照這個方向去行動了，也不一定就會100%成功。而之所以會存在這種偏差，就是因為靈擺所得到的，其實是你當前能量狀態的一個投射，而非絕對的預言。所以在解讀靈擺的結果時，一定要加上一句話：這是基於當下能量狀態的投射，自由意志可以改變結果。靈擺是通往更高維度意識的捷徑，它能幫助你建立直接與自己的高我連結的能力，從而得到來自宇宙更宏觀、更深邃的指引。如果你有興趣嘗試，以下是我整理出的實操框架，可以作為你的起點。注意，在這個過程中要保持放鬆和開放的心態。第一，頻率校準，冥想5分鐘，之後握持靈擺，默念我請求連結最高的善的指引源，接住仔細觀察擺動的變化。通常當我們成功地進入了高我頻率，擺會開始做穩定的順時針圓圈。我在過去1年做的大量實驗發現，長期練習者中有78%都報告了這種現象。如果當下你沒有感受到，也不需要焦慮，反覆重複這步驟即可。第二，提問守則，避免提出那些以自我為中心的問題，比如我何時能發財，或者我應該跟前任復合嗎？相反，你可以這樣問：我的什麼信念在阻礙財富流動？我跟前任究竟還有機會嗎？但要注意加入一個篩選句，請顯示對靈魂成長最有益的答案，因為在接收到信息的過程中，小我可能會干擾你，讓你聽到他希望你聽到的答案。而加入這個句子可以有效防止小我偷梁換柱。第三，解碼信號，高我指引常常具有悖論性的特徵。我舉個例子，假設你在考慮是否要辭職創業，便向靈擺詢問，本住越仿越好的原則，你看到擺仿得非常厲害，就得出結論自己一定是要辭職的。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其實越是激烈的仿動，越是暗示你需要去面對自己的某種內在矛盾。只有把它們梳理好了，你才能踏出那一步。所以即使在某些關鍵決策上，你得到了不尋常的信號，
也未必就是答案，而是提醒你要更加深入地去挖掘自己的內心。最後，我想分享一些科學上的佐證。在使用靈擺期間，當使用者自覺與高我連結時，被記錄到的大腦 data 波每秒4到8次的振幅比平常增加了37%。這個頻段跟我們平日裡用理性思維分析事物時所處的狀態不同，它與一種更深層的直覺和創造力有關。那些人很適合練習靈擺呢？以下3種人尤其適用。第一種是具有批判性思維的實證主義者。在練習靈擺之前，你一定要能分辨出哪部分是自己的心理投射，哪部分才是客觀信息。比如說，你可以每天把自己的預測都記錄下來，算一算自己長期的準確率有多高。如果發現不夠準，可以嘗試不同的握法、搖擺方式等，再觀察哪種更有效果。這種人在 MT 中多屬於 Intro 或 Into 人格類型。第二類是在創傷療中存在某些共性的過度理性者。一般來說，這類人比較慣用邏輯來壓抑自己的情緒，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理性自控能力太強。這種人往往容易受到心理防衛機制的干擾，導致靈擺無法正常工作。而研究表明，經過8的靈擺訓練， PTSD 患者的整體情緒辨識力提升了42%，而接受傳統治療的對照組只提升了19%。第三，經常面臨決策疲勞的領導者，當需要做出一個複雜決定，且有大量碎片化的直覺混在一起，讓人難以判斷時，就可以借助靈擺的外在力量，幫助篩選和整合。來自哈佛商業評論的一個案例就顯示，一些跨國企業的高層管理者會定期利用靈擺來輔助個人或團隊的決策過程，使得會議效率平均提升了30%，因為它大大縮短了原本被用來糾結於無意識糾紛上的時間。一是重度焦慮症患者。因為靈擺本身的作用就是放大你的感知，對於一些容易災難化思考的人而言，可能會越搖越緊張。二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因為靈擺可能會讓他們混淆現實與幻想。三是絕對的唯物論者，他們的心理抗拒可能會抵消掉靈擺的效果。以上分享希望對你有所幫助，關注我，一個會治癒你的心理諮詢師。